Hello，我係 Tony 啊。嗱，其實咧，又再發生同一個問題啦，就係跌級樓板出事。其實過往我哋上去做漏水咧，見到好多跌級樓板有問題，你都會畫幅圖俾嗰個業主睇，究竟發生咩事。其實去到今日咧，屋宇署又好，發展商又好，或者則師都好啦，係咪應該考慮做翻一啲補救嘅措施？因為如果你哋再唔將以前嗰條警示又開翻佢出嚟咧，就算你點樣驗都驗唔到佢個生勤究竟上嗰塊 slab 個 waterproofing 得唔得嘅？嗱，去到今日咧，我哋又去到另一個比較新啲嘅盤，亦都發現到其實係上層漏水，儲滿咗個魚缸之後咧，湧翻出嚟，搞到佢個主人房同個廁所幅牆咧就已經係爛晒啦。大家做生勤係冇問題嘅，即係我自己都係做開則師。但係做生勤嘅時候，係咪應該放翻條警示油出嚟，話翻俾大家聽，其實漏緊水之後佢可以處理，而唔使緊急到而家一定係要漏爛晒個屋企入邊嘅所有嘢先知呢？過往我哋做咁多嘅 case， 好多隻都係而家生勤嗰度出咗事啊！如果呢喺嗰個層面上面，我都希望所有則師諗下點樣維修。如果唔維修嘅話呢，其實呢，你繼續咁樣做落去呢，只會越嚟越多人係不斷要自己整，而冇一個可以避免或者改變嘅方法。即係我喺度重申咧，希望大家都注意下，改善下大家建築環境，從而令到大家呢可以安居樂業啲啊！如果唔係呢，佢10年都又要拆一次㗎啦。咁所以其實一收樓10年內拆一次呢，其實大家都應該接受唔到嘅。嗱，咁就係咁多啦，即係希望大家關注下。拜拜。